镜头转来，咱过来，咱来关心选举，来关心南北合。两个候选人，两个参选人侯友宜甲郭文哲，即马拢是透过媒体的发声。侯友宜即马是要求郭文哲爱先甲中华民国放头前，爱做出对中华民国有利的决定。那郭文哲是爱侯友宜放较轻松的。虽然两个人即马拢有意愿讲要当面讲。毋过，郭文哲是表示，伊认为甲国民党的合作是真复杂。伊嘛讲，总共甲郭台铭合作应该较简单。那民进党的赖清德是去新北市三峡的公庙拜拜，嘛咧拼民进党立委的选情。想跟他说一句话，希望每一个人都是利中华民国，不要利个人。有一说 ，Take it easy。南北合卡条咧，侯友宜国民党的领袖论坛演讲，也是前一后王不见王，当然先互相画声，将风景班对如何产生上强候选人有完无共识。后班提出这种方案，民调民主初选并行，外班用步度加紧速度拒绝。不过两人好亲像想要当面沟通。跟柯市长的整个沟通，我相信管道都是非常畅通的，只要大家善意的坐下来沟通。折中方案，大家都可以做好讨论，彼此之间一起共同面对。跟侯友宜当面谈，其实要见面不是不可以，回去考虑看看，能够赢才有用嘛。你合作没有不能赢有什么用？不过，官体表示，甲国民党合作真复杂，甲郭台铭较简单。除了过党73岁生日遥送会照，心想事成，郭台铭也顺利接球。不过，是不是可能郭瓜配还是瓜过配？伊话中有话。我跟柯主席一直是。很熟识的老朋友了。我曾经说过，马上就会拨云见日。我觉得今天的天气不错，我的心情也不错。郭台铭的方向，国民党提出的应该将总统选举改做2轮投票绝对多数制，另外有新的官提名代表提个的人数，是向提供每一个人400块奖金，也呼吁支持者照法度办理人数。服务无分党派，这真正就是一个好的民意代表的精神。民进党大清朝是到新北三峡连走2间公庙拜拜，也优待家己人的选情。暗时也去应和加这地区的党籍立委参选人郑明恩第一摆公开合体，记者综合报道。